歡迎大家嚟到心理研究所。有啲人面對壓力嘅時候好堅好頂得順，但係一到某個位就崩潰。有啲人睇落就冇咁硬淨，但係好懂得調整緊自己，可以帶住痛苦繼續往前走。呢一種能力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心理彈性。心理彈性呢個概念係源自於接納與承諾治療 ACT（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ies）。ACT 呢個治療嘅方法唔係要你變得冇情緒，反而係相信人生一定會有痛苦、壓力同負面嘅想法。重點係喺呢啲經驗存在之下，我仲可唔可以按住自己重視嘅價值去行動呢？專家將心理彈性定義為一個人能夠喺當下保持覺察，願意接納內心嘅各種經驗，同時做出符合自己價值觀嘅選擇同埋行動嘅能力。所以心理嘅彈性唔等於心大心細，或者乜都冇所謂，反而係一種好清醒、好有承擔嘅能力。我知道自己有驚、有痛、有掙扎，但我唔再被呢啲東西完全去操控。如果心理彈性高嘅你會比較傾向面對痛苦經驗嘅時候，容許自己會有感受，同時保持一部分嘅覺察，而唔係立即逃避或者麻醉自己。又或者啦，當我哋覺得有難受嘅時候，並唔代表我失敗，而係人生一部分，可以帶住呢啲難受嘅感覺去做一啲對我嚟講認為重要嘅事情。相反，心理彈性低嘅時候，我哋會走向一個心理脆弱嘅一面。我哋會花好多大量嘅精力想消滅嗰啲負面嘅情緒，例如靠過度嘅工作啦、沉迷手機啦、物質成癮啦，或者關係成癮。結果我哋生活裏邊越來越空虛，越嚟越縮窄。好多決定變成點樣避開不安，而唔係點樣更貼近我要嘅價值觀、我理想嘅人生觀。久而久之，我哋嘅人生就會變得空洞、迷失方向。心理研究指出，心理彈性高嘅人喺慢性疾病、情緒困擾、關係壓力等等情景下，適應力同生活滿意度都係通常比較高嘅。以下落嚟為大家提供幾個小嘅練習，幫助大家提供你嘅心理嘅彈性。第一個練習，我正在注意到自己有乜乜嘅練習。當你好大情緒嘅時候，試下唔係話我好廢、我好驚，而係同自己講，我正在注意到自己有好驚嘅想法，又或者你注意到我有好廢嘅念頭。呢一個微小嘅轉變係一種認知嘅脫鈎，你唔再同你嘅想法捆綁黐成一嚿，融合一嚿，你能夠好好區分呢個係你嘅想法，而唔係定義緊你自己。第二個練習就係價值觀或者感受嘅問題。仲做最重要嘅決定嘅時候，問兩條分開嘅問題。如果淨係跟住呢個感受，我而家係想做乜嘢嘅呢？如果我跟住呢個價值，譬如呢啲價值可能係涉及你嘅誠實、關愛、成長，你想看重嘅價值，你會點樣揀呢？呢個做法可以提醒自己，唔好喺短暫嘅情緒完全壟斷自己嘅方向感。第三個小練習就係帶住痛繼續行嘅清單，寫低3件你而家覺得好重要，但係因為害怕、羞恥、焦慮一直拖延嘅事，揀一件，設計一件極細、確實可以喺1星期完成嘅行動。好似約一位可信嘅朋友去傾一次，報名一個你好想曾經報名嘅一個嘅課程。記住嘅重點係唔好等情緒好咗先去行動，
因為你永遠都唔知你嘅情緒幾時好，而係願意帶住對自己一啲嘅困惑或者情緒，繼續去做一啲你好想做嘅事情。唔好受困於情緒，唔好受困於痛苦，而係釐清自己仍然可以帶着痛苦，帶着一啲消極嘅情緒去做你好想做嘅事情。所以今日心理嘅誕生唔係叫你變成超人，唔會再痛，反而係幫你喺痛裏面仍然可以保持清醒，願意接納呢啲嘅痛苦，接納呢啲嘅唔好仍然存在，但係同時讓你記得自己真正重視嘅係啲乜嘢，然後一步一步帶着所有你好想期盼嘅方向，帶着痛苦，帶着迷惘，仍然去前行喺你人生所有嘅方向。今日我哋分享到呢度，多謝收聽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喇。